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市政府，今仔日针对着金华城20趴的容积奖励，召开着第一届的会议，由副市长李树川亲身来主持。李树川讲，这厂商订阅公司有释出着善意，开会进前有发函，表示愿意甲有争议的20趴的容积奖励暂时来延后，而且申请变更这个建造，讲整个过程大约要3个月时间。 中华城容积案争议至今，4位被告已经被收押禁见，而市府今天也召开专家会议讨论争议容积，由副市长李四川亲自主持。要把20%自己把它暂缓的来办理变更设计，还必须经过这个结构外审。 那还有一些都市的审查，那原则上我们会在3个月内把它完成。厂商协助审议，讲出可能的时间表，家己拨20%用这种例，市府经过1点半钟讨论，聚焦司法性和沙盘推演，强制执行。只不过即马因为土地契地检署扣押，工程进度停留伫咧2楼以下，厂商若是主观放弃永久，可会放互因继续施工，将做焦点。把20%拿掉，那当然我们的监管处这一个没有理由不接受，那我们也许会请教这一个内政部，就这一个扣押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必要去勒令他不予勘验。金华城难题变作头，看起来敢若已经有方向，不过面对市议会压力，若确定非法，会市府直接取消争议用这种例。李书川嘛强调，第2摆会期会针对适用的法律来做讨论。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争议的20%尽快的把它解决，这个大概是现在市政府最主要的目的。然后议会的监督跟市民的期待也符合，不法取得不公不义的容积奖励应该还于民哦。里面开发可以赶快完成他们自己的金华广场，好好去做他的生意。我想这是创造3赢的一个局面。20%用这种例铁条，议会马龙镇下，真条落下把挂后开发案的难题，有关科学发展，如今总算看到转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